行到西港区，找到这间充满岁月痕迹的传统手工制香厂。小小的空间内面，会感受到对第一代师傅吴顺来，一直到现主时大囝接手了。爸囝对传统手工制香的坚持甲热情，大囝吴志良想到爸爸的岁数渐渐咧增加，选择放弃原本的工课，转来到家乡接手传统的产业，实在互人感觉非常的踏心。机械化，机械化伊个机械响做甲，因为就是伊按硬咧煎的，所以机械车出来响吼会翘啦。翘吼，即马一般人也出去吼，袂较袂接受，较鸟的人较袂接受啊。因为若手做的吼，一般伊若晒日会翘，伊毋过到下晡时啊日头落去，无日伊就个花完全滴开，所以就是即个差别。平原料做起来也是迄个手工做起来香较香，因为伊咱直接安尼拍，直接拍甲打。现主时大部分的香拢是转由机械代工，一方面嘛，因为现在无啥物少年人愿意用较早拜师傅学功夫的方式。毋过因爸囝表示，传统透过手工所制作的香，经过日头拍过了后，就会用香材料的本身香味走出来。现在嘛是阁有一批老顾客坚持使用传统手工制作的香。所以，因嘛是会继续用因的双手制作出更多好品质的香。目前我爸也年龄也大了啊，也刚好可能要随时要退休，然后加上这一本呢，传统产业已经开始没落，已经很多年轻人没有再学了啊。所以呢，想说呢，回家这也是一门技术啊，回来学也是蛮好的啊，以后也是一个出路啊。透过画面，因看到爸囝双手充满着做香过程所留落来的链，同时嘛因了解到传统产业的辛苦，阁有点点滴滴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会不会一直在那个烈阳晒一直晒太久？